啊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又同大家見面啦，我係華強巴阿永。今日嘅話，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店鋪啲新產品。好啦，擺喺呢度啦。第一個產品嘅話，同大家介紹下，睇一下產品，可以睇下佢呢隻係打火機，呢個應該大家都熟悉噶，你睇下你聽下呢個聲音。先俾大家睇下，有咁多種款式嘅，仲有其他我哋冇擺出嚟嘅，喺倉庫嗰度冇擺出嚟，有好多個顏色，仲有2個火嘅，佢呢隻係1個火嘅，可以示範下俾大家睇下。佢呢隻好勁嘅，呢隻完全係平台1:1都盆打火機，呢隻好多個款式嘅，仲有呢隻好靚喎，呢隻佢有嗰啲裝嘅呢個顏色。仲有好多隻款式嘅，你哋想要咩款式嘅話，都可以發圖片俾我，可以加我微信。愛馬仕這一個都很好看，你看我們這裏開了風扇，都係比較靚嘅呢啲，如係自用啊、送人啊都比較好咯。真正的做到平替，不是正品買不起，而是華強北更有性價比。大家聽一下這個聲音。朗聲的一個聲音是比較清脆的，無論是自用啊、送禮都是比較好的，還有很多款式沒有拍出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如果有需要送人啊、送禮啊、自用，想要有品味的啊，都可以來找我購買這個打火機啊。這一期的話，主要是介紹我們最近更新的一些新產品，因為每期都有在拍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。我們這一款耳機的話，它是華為的一個同款。華為同款有3個顏色，紫色、藍色、黑色，呢隻都係我哋近排賣得比較好嘅夾耳，幾十蚊咋，平替。佢呢隻音質好靚嘅，個款都好好睇，夾耳嘅。夾耳有啲人就中意夾耳啊，唔會生耳朵，就係咁。呢隻3款嘅耳機個包裝係咁噶。如果有需要夾耳耳機啊，性價比高嘅100蚊以下，可以搵我買啊。仲有一隻新嘅耳機俾大家睇下，呢隻佢有黑色、紫色同埋白色。呢隻耳機嘅話就更加多功能，佢有一個呢個係可以做睡眠耳機，入耳，仲有一隻夾耳，佢係兩用噶。仲有呢度係補光燈，可以開下噶。如果係化妝啊、補口紅女嘅話係比較中意啊。佢呢個有啲燈去補光，呢度我哋啲燈太光啦，睇到唔係幾明顯。呢隻幾好睇啊！呢隻耳機佢兩用，2副耳機，花一個價錢買2副耳機，夾耳同埋入耳都有噶。仲有個盒都係好靚嘅，紫色、黑色、白色3個顏色。有需要耳機嘅話都可以加我微信咯。記得話我買喎。仲有過多6月份就有細嘅杯啊！好多人我上期拍咗嗰個機頂盒賣咗好多，感謝呢個平台同埋粉絲嘅支持。我哋機頂盒啊或者係平板啊，呢隻係以前有同大家介紹過啦，連搶。呢隻係12.1寸嘅，比呢種 4K 紙係要細少少。仲有一隻11寸，仲有一隻12.7寸，三個尺寸。如果大家係想睇嗰個撈英超啊、世界盃電腦嘅話，可以裝嗰個天馬系統嘅，裝天馬系統，同埋可以睇戲曲球賽、Netflix 啊、電影啊、電視劇。如果需要到時候要再撈英超世界盃嘅話，就依家可以準備買呢隻電腦，或者係上期同大家介紹過我哋呢隻機頂盒。機頂盒係一直有賣噶，有需要可以過嚟搵我買，或者係直接寄翻去香港都得。台灣啊、香港啊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全部都係可以郵寄噶。我哋呢隻盒仔賣得，我上期發咗個視頻賣咗好多，寄過好多去香港，好多粉絲都話呢隻又平又靚又正，因為可以睇到嗰個撈英超噶，同埋嗰啲最新嗰啲電影啊、劇集直播都係好快，佢都一啲都唔會窒噶。如果需要機頂盒啊、平板電腦啊，都可以過嚟搵我買嘅。就係同大家介紹下。仲有我哋有好多女粉絲，或者係你係要送俾屋企人呢隻依家新款嗰個Dyson 同款嗰隻HS09，呢隻佢呢個有配6個風嘴嘅，有4件套，有6件套。
要邊個其他國家嗰啲插頭都有。佢呢個係可以高速吹風，高速讓頭髮速乾。呢個係捲頭髮嘅，大家都熟悉。佢捲頭髮有配個大嘅、細嘅都有，都係有配嘅。呢個係可以夾板，可以吹直嗰啲頭髮。呢個就係可以嗰啲頭髮嗰啲吹高嘅，高爐電。然之後呢個係吹順嘅，佢有4個顏色。粉色啊、紫色啊，同埋金色，同埋仲有一隻藍色，4個顏色。同埋落件貨要禮盒啊，或者係帶 Dyson 所有帶 logo 啊嗰啲，我哋全部都有做嘅。風筒啊，同埋吸塵器、吸塵機，同埋呢隻捲髮套盒，佢有05啊、09，要邊個型號都有嘅。如果有需要其他款嘅話，可以見我前幾期嗰個視頻，或者係加我微信。如果大家唔識得加微信，因為我冇 WhatsApp，微信嘅話係13418546717，可以加我微信。然之後我哋個地址嘅話喺華強北翠格經濟大廈2樓 2A39平利，大家記得冇走錯咗咯。如果唔知道點玩嘅話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係打電話俾我，我都可以把地址發俾大家。後邊嘅話我可以黐上我哋嗰個店鋪嗰個地址嗰個圖，嗰個線路俾大家睇下。如果係坐地鐵嘅話，華強北出口嘅話 E1，然之後向前行個40-50米就可以見到翠格工業大廈或者係經濟大廈嘅話，都係可以揾到我哋洞口個店鋪噶。我哋有實體店噶，可以過嚟睇下。可以。好，咁今期同大家介紹啲產品嘅話，就係呢幾樣新品咯。打火機啊，同埋耳機啊，捲髮棒可以睇撈英超嗰個機頂盒或者係平板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過嚟搵我哋買。仲有我哋有其他店鋪，其他好多嘢可以買噶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，就過嚟搵我啦。好啦，呢期視頻就拍到呢度啦。我哋唔係專業拍噶。大家就將就的看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記得加我個微信或者係打電話俾我都得。有需要咩產品嘅話都可以問我。好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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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電梯上來，工業大廈也可以上，因為它上面是通的。這裡有個電梯。上來，一上來的左手邊，這條通道左手邊，再轉右邊，這裡就到了。中間這裡可以看平利智能窗帶 2A39。認準這裡也是屬於工業跟經濟的連廊。如果在經濟上來，就是手扶電梯的背後，也容易找到，都是2樓，認準 2A39。